议员刘美山表示，今年9月23，关岭南寮有农民身体出状况，需要紧急救护。不过，当地消防分队却因为前往白河水库训练，只剩1-2位老手，救护车无法度出动，才由指挥中心调派党员分队的人力来支援。结果最后抢救无效，互家属反弹无法度理解，而且救护车也个是因的庙所管的，相当痛心。一个消防分队，尤其是在关岭分队，留职只剩下1个人或2个人，这是严重的不足。为什么？我先讲原因，大家听听看有没有道理。你再怎么样安排受训，最起码我们要有代理人制度。所谓的代理人制度是要有效的代理人制度。为什么我说要有效的？不要流于形式，只是一个编排，我有代理人，但是救护车动不了。如果说今天在关子，我们休管今天南寮这一件事件，如果今天在关子岭有人在攀登那个大洞山，下山或者在半路的时候有什么状况，而是你剩下1个人或2个人，你怎么去救援？即使你有办法，那你分队不要顾了，留免人顾啊，不可能嘛，一定要有人顾，最少无你要老守一个嘛，对不？其实我们去训练的时候，就在线上待命，机动了。那因为当天的状况，即使你大东山的时常去救援，我们都救援成功啊。那因为当天的备援机制是东援。好，你现在提到的人力的问题，市长也发现了，所以市长他已经批准给我们增加477个的修正编制，那我们人力会来加强补充。上局强调，白河山区的救护事件第一时间该由其他分队颠倒车停搁较底。至议员所关心的消防救护人力的编制已经将近满编，不过因应偏远山区的区域较宽，已经积极向中央申请，卖就人力资源的分配持续检讨，避免遗憾再次发生。咱的新闻，军籍刘品言采访报道。